欢迎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的消息，头先是要行到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波多黎各，当地是因为飓风菲欧娜当咧做大水，佮发生水崩山，全岛断水断电，有19万人面临危机。即阵是更较害的是，气象专家预告讲，飓风会愈来愈强，灾情会更较严重。菲欧娜飓风扫对波多黎各去，画面内底做大水甲积水的情形是真热烈。为空中看去，规片土地是浸伫温湿的土浆水内底。菲欧娜飓风是大西洋今年头一个飓风，虽然是1级的，不过带来大水雨，互波多黎各做大水，部分积水的所在嘛有要80公分深。一寡真罕咧饮水的所在，即个嘛无地闪。菲欧娜飓风19已经驶向多明尼加。不过雨也是持续伫咧落，目前知影波多黎各有2个人死亡，各地是一直传出灾情，包括水崩山、路袂通、树仔倒去、桥断去，规个岛屿拢无电，19万人无清气的水通好啉，1000人都要撤离。总督比尔·路易斯形容讲，部分地区的灾情是比5年前玛利亚飓风来的时阵还佫较凄惨。Los daños a la infraestructura, a los cascos urbanos y a las residencias han sido catastróficos. 2017年玛利亚飓风的灾害，波多黎各是还未完全恢复。迄当阵玛利亚飓风严重损断全岛300万人的恶梦，即马阁因为菲欧娜飓风阁一届发生。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波多黎各进入紧急状态，联邦紧急管理署嘛会启动救灾计划。多明尼加的蓬达卡纳路面是规个路惨惨，电火条倒去，卡伫咧人的厝顶，路面的树仔嘛甲车路挡掉咧，真侪徛家的厝顶嘛拢去互风扫甲飞去。市区是悄悄失电，这个菲欧娜飓风的威力是真惊人。菲欧娜飓风上大的风速达到时速155公里，沿路吸收水汽。到多明尼加的时阵，已经发展做2级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估，可能会增强做3级飓风，恐惊会持续带来地灾性的雨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昨9月19，墨西哥是发生规模7.6的大地震，目前已经有传出死伤。大家注意的是，这已经不是墨西哥头一届伫咧9月19发生地震，因伫咧1985年甲2017年9月19拢发生过大地震，会用咧讲是真恐怖的巧合。1985年迄届地震的深度是地震的规模是有8.1公里，深度只有20公里，会当讲是非常浅层的地震。所以，当时就造成超过1万人死亡，有30万人是有路无厝。经过32年了后，第二届是伫咧2017年，规模7.1，虽然深度是有50公里左右，不过当时也是有370人伫咧迄场地震当中过身。互人更较着惊的是，迄当阵地震的前2点钟，当地才拄为前一届的罹难者举办纪念仪式甲防灾演练。也那这第3届，就是昨的7.6大地震，而且这届是更较离谱。防灾演练才结束无1点钟就开始地震。附近的一个国家因为这场地震发大海中警报，嘛因为这恐怖的时间巧合，互当地民众在9月19的时阵就开始惊吓。一阵摇天喊地了后，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的街仔头已经有真侪人走出来咧避难。有人惊甲皮喘，有人赶紧敲电话来问安，就连总统嘛走出来外口。Todo corazón, que no haya pasado nada grave。墨西哥伫咧当地时间19日下晡1点05分发生类似规模7.6的大地震，震央伫咧墨西哥市西边400公里，加瓦太平洋的米切肯州科尔科曼市的南边59公里的所在。地震的深度敢若15公里深。美国的海啸警报中心表示讲，墨西哥西部沿海的大都市伫咧入暝了后，有可能会发生海涌有3公尺悬的海啸，其中包含中南美洲真侪国家的沿海，拢有可能发生30公分悬的海啸。墨西哥捌伫咧1985年和2017年的9月19拢发生过大地震，所以伫19这天大地震来的进前，就有举办过地震的防灾演习。所以嘛，伫咧全国单起地震的警报，想袂到演习无到1点钟了后，大地震真正发生，恐怖的历史赌场来引起居民的热议。Ya, o sea, es algo inédito, se podría decir, porque no es el primero, ya es el tercero.
Entonces como que es una tradición extraña, ¿no? Qué gran coincidencia, no sé a qué se deba esto de verdad. 19即天的大地震造成真侪建筑受损，嘛有部分地区停电，佮发生真侪摆线尾动。伊的准度上界大的，还佫有5.3。伫曼萨尼的一间商场的壁倒去，造成一个人死亡。墨西哥捌伫1985年9月19发生瑞士规模8.1的大地震，有超过1万人过身，还佫有几落百间的厝倒去。伫2017年的9月19，又佫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造成主要伫这个首都墨西哥市，差不多有370人过身。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将英国女王国葬，有香港的民众伫咧英国的领事馆头前看转播唱《香港英光再起》，算是去互警方驱离掠走。韩国朝鲜一份报道，南韩的新联合参谋部议长出席国防的委员会时阵讲，北韩若少数用核武，政权就会变，无法度继续存在。英国 Times 报道。真侪英国的民众总是陪女王行人生的最后一程。女王即马已经伫咧温莎城堡的圣乔治教堂安息。所的是美国的纽约时报指出，小岛波多黎各受到飓风吞打，即阵桥是全部拢断去，厝嘛倒去，水电拢无通用。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一个查甫人沙伊德23年前涉嫌杀死女朋友，去防判无期徒刑。即阵有 Podcast 的节目，即指出案件疑点，案件平盘。联合国大会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几落档无举行过现场的开会啊。今年总算是伫咧纽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现场会议，将已经正式起稿。这场会议主要会讨论的议题，头先就是先讲到拍超过半年也无法度收煞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因为战争不只是因两国的问题。掌握济天然气的罗西亚是影响到全球的能源价销，甚至是经济问题。粮食的大出口国乌克兰嘛造成全球的粮食危机。第二是极端气候的危机，气候反常是影响到全世界，要安怎减少碳排放，兼顾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甲能源的使用，是真做人类爱共同面对的议题。上尾个伊朗的核能危机，牵连到中东地区的和平甲稳定。联合国的秘书长古提瑞斯就强调讲，这个重大的争议也是要透过谈判甲外交手段来解决。Conflicts and climate catastrophe, mistrust and division, poverty, in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rising costs of food and energy, unemployment and declining incomes, massive displacement and dislocation, and the ongoing effects of a global pandemic. 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除了伫开幕致辞的时阵大声喊，嘛伫会前的电视专访，以联合国介入催潮，和罗西亚甲乌克兰双方达成粮食出口协议做例，强调国家甲国家之间重大争议，毋是凊彩出一支嘴就当解决的。This has demonstrated that discreet diplomacy still is able to achieve what megaphone diplomacy does not. 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引发欧美对罗西亚的制裁，除了地区能源价销大起，有关粮食生产的肥料、甲麦仔的出口嘛拢冻点。好价的国家生活成本大大增加，产车的国家，特别是拄着可汗的非洲等等的所在，更加是伫咧饥荒的边缘。这项协议让乌克兰的麦仔顺利出口，不过罗西亚的肥料需要是去欧边国家卡关。乌克兰政府要求罗西亚先释放去互因逮捕，或者是向罗西亚军方投降的阿索营官兵。再过来讲开放肥料的代志，古提瑞斯顶一日甲罗西亚总统普丁会谈，罗西亚提议相关300吨的肥料予产车的国家。古提瑞斯认为将有可行性，不过要是需要欧盟同意，毋是联合国讲了就准算。另外，欧盟重新推出限制或者是禁止罗西亚旅客入境，来进一步互制裁，会当打击到一般的百姓。古提瑞斯认为讲，这对解决冲突无帮助，毋是一个好办法。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伊朗首都德黑兰有一个22岁库德族查囡仔，因为头颈骨无好势，就去互宗教警察抓去。伫咧警察局分别3天了后，竟然是规个人死亡。消息传出来了后，是引起当地人真生气，加上街仔落要抗议，佮甲警方发生冲突。这边的冲突上无是有5个人死亡。
伊朗各大报18日头版进步，就是这位穿乌衫的22岁女子玛莎·艾米尼。伊来自西部库德族区的盖族市，13日在德黑兰地铁站外围，因为头巾无戴好，被中国警察抓去。迄天，就伫警察局分到送医，分别3天，26不治身亡。警方讲，艾米尼甲其他的妇女等待过教育的时阵，突发性心脏衰竭过身。要过现场看到的人讲，是警方将伊来到警察来拍。艾米尼的父亲也讲，查某囝的骹腿有乌青。ضرب و شتمی تا کنون از دستگاه‌های نظارت به ما گزارش نشده. ما چون روی مسئله حساس بودیم که ببینیم اتفاق افتاد هیچ و اساساً وسیله‌ای هم برای ضرب و شتم و مفهوم نداره، یعنی اینا نه باتومی دارن نه وسیله‌ای دارن. 艾米尼死了后连续3天，首都德黑兰甲西部库德族区拢有受起民众惊就记录示威。玛莎·艾米尼波斯文的主题标签伫推特出现200万次，社群媒体也上传德黑兰大学4科位地区组织数百名示威者，大声喊女性性命自由的口号。另外一段影片是出现示威妇女将头巾摕落来，搁大声喊独裁者去死。伫伊朗同上记的是最高领袖何梅尼。من وقتی اصلا این خبر دیدم صدام داشت می‌لرزید وقتی صحبت می‌کردم چون یکی دو بار واسه خودم هم این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بود و داشتم فکر می‌کردم اگر این اتفاق برای من می‌افتاد مادر و پدر من چه حسی ممکن پیدا کنن. 这个事件也引起法国甲美国当局的关注。北京发言人表示，因为无戴好头巾就丧命，是对人权的一大侵犯。法国外交部长谴责逮捕艾米尼佮将伊拍死的代志，呼吁伊朗当局进行透明的调查。公司新闻王慧平编译。美国的马里兰州有一个涉嫌杀死前女朋友的巴基斯坦查甫人，去封关22年。这阵煞是因为一个探讨犯罪个案的 Podcast 节目，不止引起众人对伊案件的关注，检方阁找到新证据，发现讲有两个嫌疑犯要重新启动调查。这阵法院是撤销沙伊德有罪判决，可以会当回去厝。不过这也阁无代表讲伊是无罪的，伊爱接受定位的监控，等待定性。马里兰州法官8日撤销对沙伊德的谋杀罪判决了后，巴基斯坦的沙伊德带着笑容行出法庭，真侪支持者大声欢呼。42岁沙伊德涉嫌伫1999年吹死迄当时18岁的韩裔前女朋友李海敏，佮将尸体等伫巴尔的摩一个公园过2年，伊被判终身监禁。虽然伊一直讲家己是清白的，不过几摆上诉拢互驳回。到伫沙伊德封关22年了后，检察官重新展开调查，发现真侪疑点，要求法官撤销有罪判决。沙伊德19号当庭释放中刑自由。Our re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 original prosecutors and the subsequent prosecutors in the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failed to disclos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alternative suspects, one of whom threatened to kill the victim and had motive to kill the victim, and both of whom had a patter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检方表示，毋但有其他2名嫌疑人可能涉案，关键证人的证词也有待确认。负责侦办的警察是有种族偏见，更较重要的是，因找到可能推翻沙伊德伫犯案现场的新证据。一寡疑点，上早是伫2014年由芝加哥广播电台的 Podcast 的节目先提出。迄当时，主持人对检察官使用的证据提出质疑，吸引全美国数百万听众的关注。那沙伊德到底敢有罪，佫开始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What we are currently waiting for is DNA analysis, and so we are going to try to expedite that. 伫知影这个案有新的发展，死者家属真惊吓。They want the truth to come out. If the truth is that someone else killed their sister, daughter, they want to know that more than anybody. 家属认为检方迄当时侦办确实有疏失，希望会当早日查出真相，还互因一个公道。沙伊德虽然得到释放，也毋无代表无罪，伊目前犹原需要伫厝接受电话监控。法官将伫30天内定出终审日期。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若是讲要请你食用豆饼仔做的汉堡，你敢敢食？最近伫咧泰国，就有一间专卖店推出一款豆饼仔汉堡，听讲食起来是无亲像听起来遐尼恐怖，佮真营养。虽然讲食豆饼仔对当地人来讲是真殊常的代志，不过也是有侪人真好奇，咱嘛做伙来评判一下。伫东南亚的国家，亲像泰国、街仔路，拢会有即种甲糖煎甲酥摕来做点心伫卖的路边摊仔。虽然因家己感觉真平常，但是外国人若看到，真少人敢买来食。
不过最近伫泰国，一间专门卖汉堡的餐厅，就推出一款真特别用豆饼仔做的汉堡。但是这款豆饼仔汉堡可能甲你想的无同款，食起来袂酥酥，加落去嘛袂脆脆。汉堡餐厅的头家先将一包物件倒入去碗底，这一块一块的物件，就是已经将壳甲丝拢加掉，只剩身躯部分的豆饼仔，然后甲这豆饼仔慢慢啊磨做粉，再搁将这种粉掺入去汉堡的牛肉排内面拉做伙。伫煎牛肉排的时阵，嘛搁掺一寡这种粉伫顶头，了后按照一般做汉堡的方法做出来的，就是真特别的豆饼仔汉堡。这种豆饼仔汉堡到底食起来是啥物滋味呢？ก็รสชาติที่นี่ผมว่าทำได้ดีตัวน้ำซอส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เนี่ยก็ทำแล้วก็ราดมันทำให้ไอ้กลิ่น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เราไม่รู้สึกเลยว่ามันมีไอ้ตัวผงที่เป็นตัวแมลงอยู่。事实上，目前伫泰国已经有几啊千个专门伫市场内卖的农场，过去大部分拢是用来做动物的饲料。但是，亲像豆饼仔本身有真丰富的蛋白质，佮有维他命，即马磨做粉了后，民众的接受度会较悬。若是汉堡，嘛会当佮变出更较侪款豆饼仔胖、豆饼仔饼。未来食豆饼仔，无伫卡会变做是一种新的流行。记者甘美恁编译。上班读册压力伤过大时阵，就爱放松一下，心内才袂急破病。所以南韩顶礼拜日就举办一场激放放放戆戆的比赛，所有参赛者伫咧点半钟以内，啥物代志都袂使做，嘛袂使讲话，袂使笑。这个期间心率上界平稳的人，都会当摕冠军。咱做伙来看。上课上行的细心无专心，毋过所谓这场细心比赛，所比的都是谁上高细心。这原来是平常时工作压力大的人，难得有一个放灵的机会。有人特别早游泳，有人滴线舞啊，有人故意演场啊。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好亲像拢有准备。 학생 때부터 이제 교실에 앉아 있으면 창문 밖에 보면서 멍도 많이 때리고 해서 애들이 친구들이 막 왜 이렇게 멍 많이 때리냐고 했거든요. 그래서 더 저한테 의미가 있을 것 같아서 참여하게 되었어요. 这个比赛规定，参赛者伫90分钟内袂使用手机啊，袂使讲话，袂使笑，不过嘛袂使困去。工作人员15分钟就会监测心跳，离开这种情形就会淘汰。命做啉水去便所会当举牌啊，嘛会当要求工作人员提供电线风也是热铃的服务。不过这个动作嘛有可能影响心跳的速度。参加比赛人爱家己斟酌。最后，这个比赛是由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摕到冠军。 저 같은 직장인들은 어쨌든 머리를 계속 쓰고 생각을 많이 하고 쉴 새가 없잖아요. 근데 어쨌든 이런 기회로 잠시나마 좀 멍 때리면은 这个细心比赢人讲，平常时以往来看棒球，互家己放松。这个细心比赛上早是韩国行为艺术家伫2014年所创办，目前已经是国际各大城市巡回活动，台湾嘛捌办过。对现代人来讲，小可细心嘛无啥物通见效，因为休困是为了行更较远的路。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